家好，今日咧同大家開箱呢個 P90+，好啦，當打開嘅時候啦，咁咧呢一度咧有一個三叉、匙叉，記住攞呢一個遙控出嚟喎。仲有一個咧就係美容儀啦，咁呢個就係電線。仲有一個咧磁嘅測試器，係啦。咁仲有一個說明書，咁基本上就有2、3、4、5、6件嘢嘅，主角出場啦！